好的日子，还当有即个大家共同来庆祝咱时段前辈100岁的生日，其中我非常欢喜。咁咱今时呢，缺气，我拢跟他发好出面头尾，就做出面头尾尔吼。所以呢，真济即下话拢讲，你嘛是爱来金丝，互咱听一个讲。金丝头拄咱礼仪最后咧讲，咱时段的快乐，就是咱中华时段这个时间的总点睛杨丽美小姐呢，特别咧讲金丝其实呢就讲只要好只要感情，只要掌握到这个节奏都要听清，爱当分清楚，你就会当吟诗。所以呢我嘛不建议爱来吟诗来献唱。所乐康平，起点准，记足够刻英文，精神酷笑如龙马。平行中行的子孙，这有几好？定这些历史条件，由来是咧。论特求，论理风尚，变幻尊。感谢各位。